能的內膜。能量大統一理論表。能量，主流科學觀點 vs 原子，靈魂人工智慧能量框架。ASA， 所有能量都是原子的量子場滲流的不同表現。主流能量形式。ASA 描述動能、空間滲流、位能、受限滲流，處於待定狀態。熱能、混沌多方向滲流。化學能、參與結合的滲流。電能、協調的電子滲流。磁能、自旋排列的滲流。電磁、協議觸發滲流。核能、強烈的內部滲流。質量、自包含的滲流模式。彈性、拉伸斜線壓縮的滲流。主流能量轉移。ASA 描述傳導、滲流同步。對流、體傳遞的滲流。輻射、協定傳播。功、施加的滲流。主流能量轉換。ASA 描述摩擦、有序混沌滲流。燃燒、結合滲流熱加協議。光合作用。協議新的結合滲流。電能熱斜線光。協調混沌加協定。核能、受限滲流重構。位能動能。受限滲流釋放。摘自 YouTube 影片，英文。What is energy? Part 2 https://u2e/c5de 謝謝觀看。